飞飞艺术展伫2007年创办，今年来到第4届。展览互无受过专业艺术训练，也毋过热爱艺术创作的朋友，拢有机会展出家己的作品。我们第4届飞飞艺术展是从2007年在长隆大学陈景珍校长所创办的一个艺术展，是为了要纪念以及感谢我们徐文龙先生巨大的金额借给长隆大学，然后都没有拿到任何的回馈什么的，他就是要帮助长隆大学，所以陈景珍校长就创了一个第1届的飞飞艺术展。这摆组织一国内外的飞飞艺术家共同参与，展出的作品类型会当讲是非常多元。这摆展览嘛向南美馆借着奇美创办人柯文龙先生的雕像，同时也有响应国际铜雕大师的作品。画作的部分是这摆上为特别。我的意思是，一个男人他应该有很大的天空。那很大的大地，很大的发挥的空间，但不要去识薄它。如果被绑住了像这样，你再伟大，你都是会一个头两个大。那这个话是这样，是应该大家每个人都有很多自由的天空，让它挥洒。我想我们的作品包括借展的、有立体的、有平面的。那我想非科班出身，其实最主要就是把你的艺术的想象，透过你的创作，然后被看到。那创作的题材，我想是不受拘束的。怎样的一个艺术创作，只要你觉得它是一个能够把你的理念展现出来的，我想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艺术创作。这摆以灵芝荣耀为主题，是呼应奇美创办人柯文龙先生伫2018年所讲的“实业家实现意义无国界，零到无限大，一生的梦想超乎想象零的荣耀”。秉持着这款的精神，互展览非常的精彩。展览预计伫10月的时阵，伫台南艺术大学校庆的时阵展出，到时阵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前往欣赏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